继续来看花莲甲台东，拢要举办真有特色的活动，它来推动在地经济。花莲的太鲁阁是来举办着达吉利生活节，规个部落大大小小总动员，嘛邀请游客做伙加入着体验的课程，为掠山猪的陷阱到编织，每一项拢是智慧的传承。另外，台东由金曲奖的歌手苏米恩一手创办的阿米斯音乐节，今年来到第5届，11月才要来举办，预售票已经开始互抢买了。用音乐找回家己的认同，甲对土地热爱。歌手苏美恩鲁比一手创办阿米斯音乐节，嘛翻转部落的命运。很早睡啊，大概凌晨睡嘛，然后很早起床。一大早就起来，一大早就起来。大家都很重视这件事情。我们的国庆日啊，都兰国庆日啊。阿美斯音乐节是台湾第一个以在地原住民为主体大型音乐节，无靠政府补助，2016年吸引5000人来到台东都兰共同参与，和号称都兰小巨蛋的都兰国中体育馆拢全落。年底进入第5届阿米斯音乐节，特别伫传统乐器都兰比扩大举办。16当前，这菜点啊就被开发做观光区，变成度假饭店。不过，再有部落中路坚持才保存原貌。活动伫11月才要登场，预售票已经伫网络引发抢买热调。在捕鱼的时候，眼睛永远注视水面，一直环视环绕。他们3个就是渔网，抓他们，他们就是渔网。分享掠鱼的撇步，同款透过活动，引出向心力，也有花莲太鲁阁的达吉利生活节。1937年，才太鲁阁族人比日本人强迫去山卡住，不过嘛因此更加了解安怎生存。这8罐是阿美族从那边传给我们的，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，熟得的人也会去捕鱼捕虾。融合山林甲海域文化，嘛表现伫个编织艺术。就举古老计划社团去达吉利生活节特别开设体验课程，和少年族人明白，买当希望对传统文化找回自信。我也是太鲁阁族，然后我回来放暑假，然后在网上看到这个资讯，所以我就报名。台湾部落内面所谓技能，这掠山猪手做陷阱，嘛是体验的课程。这个钢线要用那个地瓜这个藤啦叶子一起煮。让它没有这个什么味道，没有味道的话，这就清洁性没有那么高。看起来简单，但是小细节都明个如错的，愈在地愈吸引力，和部落文化因素嘛带来观光人潮。